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3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5篇，出埃及记16章第1节到第8节，以弗所书第2章11节到2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恩典。虽然以色列人埋怨上帝，对上帝以及上帝的仆人非常的不礼貌，但是上帝仍然赐下恩典给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是受拣选的人们。当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遇到的没有东西可以吃，没有水可以喝的时候，就开始了埋怨呢摩西跟亚伦。昨天的经文呢，我们也提到了摩西跟亚伦回应他们说，其实他们是在抱怨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上帝。既然他们因为没有东西吃，没水可以喝而埋怨上帝，上帝就赐给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，叫做玛拿，来喂养他们。出埃及记16章第9节到21节，摩西对亚伦说，去集合全体人民站在上主的面前，因为他已经听到他们的怨言。当亚伦对全体人民讲话的时候，他们转头向旷野观望，忽然看见上主的光辉在云端显现。上主对摩西说，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，我要告诉他们，在傍晚他们有肉吃，在清晨他们有足够的食物，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是上主，是他们的上帝。傍晚一大群鹌鹑飞来，多的把全营都遮盖了。清晨营的四周都是露水，露水一蒸发，在旷野的地面上有一层薄薄像霜一类的东西。以色列人看见这东西不知道是什么，就彼此询问这是什么。摩西对他们说，这就是上主给你们的食物。上主曾吩咐每个人取所需，每家的每一个人可以捡食2公升。以色列人照着吩咐做了，有些人捡得多，有些人捡得少。量的时候，捡多的没有剩，捡少的也不缺。每一个人所捡的都是刚刚他所需要的。摩西对他们说，不准有人把食物留到第2天。可是有些人就不听摩西的话，留下一些。第2天早上，这些留下的都生了虫，并且有霉味。摩西对他们生气，每天早晨人人都按照自己食量捡取食物。太阳发出的热气的时候呢，食物就融化了。虽然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，但却有条件的就是要遵守上帝的规范诫命。上帝恩待选民以色列人，同时他也恩待那些被称为外邦人的非选民，因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。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当中特别提到的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使得选民以色列人与外邦人可以和好。因为耶稣基督促进了和平，使犹太人以及外邦人成为一体。以弗所书第2章11节到22节这样的记载。你们生而为外邦人，要记得过去的情况，你们被那一些自称受过割礼的人，就是那些在自己身体上动过刀的犹太人，称你们是没有受过割礼的。那时候你们跟基督没有关系，是外人，不在上帝选民的行列中。你们在上帝应许给他子民的约上无份，在世上没有盼望，没有上帝。
你们这些从前远离上帝，现在却跟基督耶稣结合的人，借着他的死，已经接近上帝。基督亲自把和平赐给我们，他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，以自己的身体推倒那使他们互相敌对、使他们分裂的墙。他废除了犹太法律的诫命规条，为要使两种人借着他的生命成为一种新人，得以和平相处。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，基督终止了这种敌对的形态。借着十字架使两者结合为一，得以跟上帝和好。这样，基督来的目的是要传和平的福音给所有的人，包括你们这些从前远离上帝的外邦人和接近上帝的犹太人。借着基督，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，我们都能够在同一位圣灵来到的天父面前。这样看来，你们外邦人不再是外人或是陌生人，你们是上帝子民的同胞，是上帝一家的人。跟犹太人一样，你们也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，而耶稣基督自己是这家的基石，依靠他，整座的建筑得以互相连接，逐渐扩大成为圣殿献给主。依靠他，你们也同被建造，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。诗篇95篇，来吧，我们来颂赞上主，来向拯救我们的保护者欢呼。我们要以感谢的心到他的面前，我们要向他欢唱颂赞之歌。因为上主是大能的上帝，是超越万神的大君王。他统辖全地，从最深的地穴到最高的山峰。他管辖自己所造的海洋，他管理亲手塑造的陆地。来吧，我们来俯伏敬拜他，来向他创造我们上主跪拜。他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是他放牧养的子民，是他带领的羊群。你们现在听他所说的话吧，不要顽固，像当年在米利巴的祖先，不要像他们在旷野在玛撒时一样，虽然他们看见了我为他们所做的事，仍然在那里考验我，试探我。40年之久，我厌恶这些人。我说他们是多么不忠，他们不服从我的命令。因此我在愤怒下发誓说，他们绝不能进入我本来要赐给他们安居的地方。感谢上帝赐下恩典，并赐平安给我们，让我们学习与不同的族群的人因着基督的信仰而能够合一。谢谢主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赏赐恩典，补足我们日用的饮食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